若过来即件真心酸。台北市一个87岁老太太，因为真正破病，爱开医药费，爱个人照顾，伊无想要拖累逝世，怎离家出走？是因为公车的司机感觉伊怪怪，请警方协助，才帮家属甲这老太太找回来。来病院看诊的，看过，但讲拢是老人，遮酸遐痛，若是医药费爱开，嘛需要有人来照顾。有一位87岁老太太，伊要想要请做厝内人负担，伊离家出走。老太太伊穿一件灰衫，坐伫派出所，问伊啥物，想要讲个点去，想要知伊的身份，伊嘛无愿意交代，毋肯讲出厝内人联络的方式，身上无带任何的证件，只有换一卡袋仔，简单的衫仔。警方引导伊讲囡仔拢会真担心，老太太则一面哭一面讲，因为伊身体虚弱，拢全病，无想要连累厝内人，则骗因讲要出门去运动，其实是离家出走。警方用人面辨识系统，总算确定身份。家属接了通知，赶来派出所接人。其实应该感谢是公车司机，因为老太太出门就直接坐公车，若是落车长途问伊要去佗，夫人人也佫讲嘛毋知影去啥物所在拢会使。司机感觉毋对，才请警察来斗相共。警员真有耐心的甲伊考劝，老太太总算回去家己的厝。